尔族小男孩在河里冻死。一个父母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中国集中营的维吾尔小男孩，在一条小河里被冻死。被冻死的维吾尔儿童，据说是来自和田地区莫邑县扎瓦乡巴西吉勒嘎村。他的父母被关押在再教育集中营，他的尸体在小河里发现。在东突厥斯坦，许多孩子的父母被拘留在集中营，虽然一些小孩被当局送进孤儿院，还有很多孩子没有看护人，已成为孤儿。大学学生举行游行抗议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土耳其阿塔托尔克大学的学生在阿尔祖路木省灰狼的组织下进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镇压和同化政策。据悉，大概50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前中国国安高管马建判无期徒刑，中国国安部副部长被判无期徒刑。位于中国东北的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中国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建因触犯收服、强迫交易和内线交易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特朗普对中国提出了新的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考虑从明年开始，以国家紧急情况为理由，禁止美国企业购买或者使用华为和中兴生产的配件。有关限制中国电信公司的总统令预计将于1月公布。以色列声称正准备进行大战。俄罗斯独立报声称，在美国撤出叙利亚后，以色列正准备在叙利亚进行全面战争。在俄罗斯发表的独立报声称，在美国决定撤出叙利亚后，以色列正准备在该地区进行全面战争。该报写道，随着这一发展，美国从叙利亚撤出美军，以色列被迫独自对抗伊朗。